唱呢首歌嘅時候就係會莫名其妙，唔知點解好情緒泛濫。好似我頭先喺開場冇耐嘅時候講過，有時候望返轉頭，我覺得我嘅人生真係好奇妙。的確係好奇妙，因為有好多時候，就算當下你唔知點解啲嘢一定要咁艱難，唔知點解啲嘢係要咁樣發生，有時好似命運喺度同我搞咗個惡作劇咁樣。但係無論曾經你經歷過啲乜嘢，你繼續向前行，你有一日回頭看，你都係覺得一切都係 make sense 嘅。所以我嘅人生行到今日34年，我真係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行喺一條啟示之路入面。人生入邊每一個經歷，每一個你遇到嘅人，無論係令到你開心定係令到你受到一啲傷害，無論係一啲可能你亦都 share 過一啲快樂嘅記憶，或者你可能自己都傷害過人哋，無論係邊一種，都係為咗我哋可以從中成長，我哋可以從中有啟示。所以我真係覺得人生每一日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哋可以擘大眼，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世界有幾美好，其實真係好似呢首歌個名咁，係 Amazing Grace。所以到你慢慢一路繼續行落去嘅時候，你就會明白點解你要失去過，點解你要受過傷，因為如果你冇試過，原來冇愛嘅時候係點？原來冇平安嘅時候係點？原來冇喜樂嘅時候係點？你又點會知道愛、平安、喜樂係咁珍貴？而當你真係有呢一份感悟嘅時候，你開始就會滿懷信心，你開始就會覺得無論乜嘢發生，其實都係一種祝福。我好開心。今日我喺台上面，我講呢番説話，每一字每一句都真係發自我嘅內心，真心真意咁樣認為，亦都真心真意希望在座嘅你哋每一位都可以得到呢一份恩典，可以有呢一份信心，可以有我所講嘅愛、喜樂、平安。我亦都好希望今晚喺呢個演唱會入邊，我真係可以將我見過嘅光反射俾你哋。希望你哋喺黑暗嘅時候，你哋唔係全然嘅黑暗，而係你見到好遠好遠嗰度有一點光，你向住去行，你會發現嗰度先至係你嘅答案。祝福你哋每一個，我愛你哋。